继续关心这半导体关税232条款，美国也答应讲呢，和台湾上届犹太条件。这个消息一出来呢，这南韩的半导体企业随批落牌变成暗落。这10倍呢，南韩政府就表示讲，已经紧密启动协商机制，强调晶片关税未平别的国家更较歹。有专家是分析讲呢，目前以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，台湾的台积电占7成。不过呢，这全球记忆体晶片，南韩的三星加上 SK 海力士市占率超过6成。咁会来比较到台积电投资美国就同款的犹太税率呢，这部分可能也有变数。台湾伫咧232条款关系内面，争取到半导体甲衍生品关系上优惠台付，和同款是晶片竞争国家南韩正境界。10位南韩青瓦台发声明，讲已经启动紧急协商机制，强调晶片关系未输予其他国家。要让美国拥有充足自给自足的 High Bandwidth Memory， 那么其实三星跟 SK 海力士就必须要大手笔的投资美国，不是建晶圆代工厂，是建记忆体厂。根据台美贸易协议，台湾企业伫美国起薪抢的这段期间，会当规划产能上至2.5倍的产品输出去美国，唔免搁拿232条款的关系。而即马全世界晶圆代工市场市占率，台积电占7成，三星7%到8%，中芯国际5%，联想还有罗格方德每一间拢占4%。而即马全世界DRAM市占率，三星、SK 海力士还有美光是前3大。分别占20到35%，CXMT 甲南马科是无到5%。而且美国商务部讲，以后若是无伫美国设厂，可能会拄到高关税，恐怕会互记忆体厂商承受正大压力。如果韩国的半导体关税比我们高，那么它卖到美国的晶片价格就会没有竞争力。那我相信韩国也有记忆体相关的技术。美国一定也希望他去美国设厂，他们很可能会重新谈判。那最终呢，看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条件，才能跟台湾竞争。目前为止没有在美国设厂的计划，直接交易美国的市场的比例目前不大，但是在增加中这个我们会在考量这一点，未来怎么营运。台美关系确定，中经院估计今年台湾的 GDP 会当达到4.14%。除了经济前景看好，19大股国行悬，收伫31639点，起230点。宽达股台积电收盘1760块，起20块，两项拢创历史新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